講之後我哋今次咧係我新年第一條片啦，咁咧呢個係我一直嗰個 camman 係咁今日我哋係去邊度咧？今日我哋係過嚟 AIA 嗰度玩嘅，咁樣咧喺 AIA 度玩，梗係唔係就咁玩遊戲例如公仔咁簡單啦。為咗今次咧，我哋製造呢個更加好睇嘅節目效果咧，我直情 set 埋一個遊戲出嚟。咁遊戲係點玩咧？我哋入去慢慢再講，順便咧喺條片度再同大家做個解釋嘅。好，我哋行到 Let's go，行嗰度。今次咧都係由我東樹王子嚟做呢個遊戲嘅旁白嘅。今次咧 AIA 遊戲規則咧，咁就主要有兩種任務。第一種任務咧就係主線任務，主線任務就係分別贏公仔攞分數，咁就有普通公仔系列同埋出名公仔系列嘅。而分數就按獎品嘅大細順序講俾大家聽啦，由細獎去到特別獎。普通公仔就分別係1分、2分、3分同4分。而出名公仔咧就係2分、4分、6分同8分啦。咁喺 AIA 裏邊咧，分別有3款遊戲咧，只有一個 size 嘅公仔，咁分別就係穿鐵環、掟鐵罐同埋汽水樽入環嘅。如果挑戰成功，穿鐵環係可以攞到5分，而掟鐵罐係可以攞到7分。嗱，我知 Jenny 咧可能喺力嗰方面就唔夠咧，如果佢贏到嘅話咧係可以攞10分噶。而汽水樽入環邊個挑戰成功嘅話係有12分咁多噶。咁另外呢，我哋當然有啲支線任務啦，每人分別有3張挑戰卡、3張任務卡、2張自製陷阱卡、1張預言卡同埋1張 Uno 嘅 reverse 卡噶。任務卡一開頭就寫完俾大家，咁任務卡完成1張嘅話就有5分，咁如果全部完成嘅話可以額外再加多5分噶。而陷阱卡只要對方講嘅嘢或者做嘅嘢有觸發陷阱卡嘅內容嘅話就可以扣5分。另外，如果估中對方嘅陷阱卡嘅觸發方法，係可以由減分變成直接加分噶。然後預言卡呢，就係直接估對方喺挑戰遊戲裏邊或者機動遊戲裏邊做啲乜嘢嘅。估中嘅話，直接可以加8分咁多。不過呢，就唔可以寫啲神經反射嘅類別嘅，即係例如話玩機動遊戲嘅時候會大叫啊，或者贏輸嘅遊戲嗰陣就有啲好自然嘅反應，就例如話哎呀賺啲啊，耶贏獎品啊，咁樣呢啲全部都唔得噶。又或者唔可以同單一嘅任務卡同埋陷阱卡有任何關係噶。咁 Uno Reverse 卡就係好似平時我哋玩 Uno 咁樣反彈翻俾對方，係可以喺總結之前嘅任何時候，不過就唔可以喺捉卡發動嘅時候，咁就直接將分數轉移俾對方。觸發懲罰卡呢，要扣分嘅話，都可以反彈落對方嗰度直接扣分噶。另外 Uno Reverse 卡係可以互相抵消噶。挑戰卡係一張另外附加遊戲嘅挑戰卡。咁額外嘅遊戲呢，我自己全部作啲名出嚟噶。咁如果用1張呢，咁就可以挑戰一個遊戲啦，叫做細1級我去估自己中咩獎，中咗嘅話就可以加3分，但係估唔中嘅話就會冇分嘅。不過呢，就唔可以話自己唔中獎咁樣噶。如果係攞2張挑戰卡去玩遊戲嘅話呢，就係 respect 翻湯令山嘅一首歌，就叫做用背脊贏遊戲。全程係需要用背脊贏遊戲，就咁簡單。只要係成功挑戰到攞任何獎品嘅話，都可以加10分噶。跟住最後一張叫做3張遊行，即係所謂嘅 all in 落去，要攞晒全部嘅挑戰卡玩特別遊戲。如果贏咗嘅話，係可以獲得3倍分數咁多噶。咁分別呢，我就同大家講下 Jenny 俾我嘅任務卡同埋我俾 Jenny 嘅任務卡係咩啦。Jenny 俾我嘅任務卡呢，就係叫我除衫大叫唔動啦。大家都睇到我嘅反應，就覺得我真係幾崩潰下嘅。跟住音樂節奏跳舞啦，同埋就係同一個小朋友講，我係你爸爸。其實我聽翻落去都有啲尷尬。跟住我俾 Jenny 嘅任務卡呢，就係拍 Reels 上 IG， 條件就係有50個 like 啦，或者有20個轉推。第二個任務呢，就係1到20要揀2個 number， 然之後要揾5個路人或者工作人員，由1到20揀一個。咁如果同本身一開頭諗嗰2個中咗嘅話呢，咁就為之任務完成。而第3個呢，哇真係好簡單啊！我發覺呢，我自己真係大發慈悲啊，就係揾5個 staff 去交換 IG。至於陷阱卡同預言卡，依家就暫時唔講住嘅，等大家睇埋條片就知道我同 Jenny 嘅陷阱卡同預言卡係咩噶啦。咁而我哋身上呢，就每人有一隻尖叫雞啦，只適用於就係發用所有類型嘅陷阱卡或者係 Uno Reverse 卡咁樣嘅，同埋必須喺10秒內用佢。如果超時或者唔記得用嘅話，咁係唔計噶。咁然之後當去到總結嘅時候，用剩嘅陷阱卡除咗發動失敗之外，就要每張扣2分。輸咗嘅玩家就請食飯。咁冇計啦，我同阿 Jenny 呢，不過都係好玩得嗰啲人呢。咁你叫我去玩嗰啲咩機動遊戲嘅話呢，基本上對我哋嚟講唔係懲罰，而係享受。遊戲開始，Game Start！耶！嗱，咁你而家先開始揀個 number 先，1到20揀2個 number。2同6
咁陣間咧，你就可以揾現場觀眾或者 staff 去問，如果中嘅話就得啦，有5次機會。其實我唔係好易咋。你頭先話依人嘅。我問你1至20，你揀邊個數字？好唔中，好唔該晒，唔該晒。我拍緊片玩遊戲。咦，我想試下玩呢個，其實我已經諗好咗㗎啦。我呢個咧直接攞2張挑戰卡，用背脊贏遊戲。我有分就得㗎咯喎，我攞細獎就得㗎咯喎。嗱，2張。好。嗱，呢個就係我點解揀話用背脊遊戲嘅原因咯。我睇唔到啊，依家係。哦。係啊。幾簡單，其實你揾到啲 game 嗰啲筆字就得㗎啦，炮我梗唔得啦。如果唔係點解用背脊贏遊戲啊？就係 set 呢個名就咁解啊嘛。你作個波喺邊度啊？其實我度喺你手上啊。OK 嗱，咁擺喺度，跟住仲有一個，係啊，即係柏金遜。完啦嗬，幾多分啊？有3分啦。3分。3分。細獎啊！即係我而家咪可以揀隻公仔先。係啦，可以揀公仔啊。咁揀呢個啊，唔該。係啦，咁我就可以有30分啦，依家。我已經我攞翻貼滿先用。OK。因為坐喺嗰度。係啦。啲公仔都好似都有啲樣衰。哎，等陣先。做咩？啊！好講嘢啊！好開心啊！第一個遊戲就揀到佢正9分啊！因為得一個獎，所以咧係特別遊戲嚟嘅。係啊，又係未開始已經結束。因為你有10分啊嘛，如果贏咗，咁你有30分。好，我已經晒落去。A 唔該。個紅色線啊！咁樣計唔計咧？咩啊？你撳都得。OK。你撳都得。OK， 我淨係抹翻。OK， 我頭一開頭我加8分。哎呀，喂，都唔同幾好玩啊，係咪先？我冇預謀啦，冇分。我嘥咗2個。攞2個字啊！哎呀，唔係啊，爭一個。幾動物城嘅遊戲。你可以玩得，其實細咗有2分㗎。好吧，我試下。哇，要好大力喎！要好大力㗎呢啲要。唔得哦。哇！爭2支，得唔得咧？得唔得咧？有啲難喎，有啲難。哎呀！你做乜嘢啊？我做乜嘢？大啲！仲有一個！哎呦！其實我都係啱啱剪片嘅時候先發現，原來我攞多咗個波去碌，但係都係唔中，唉，抵你冇分啦！有音樂為你慶祝。我呢啲好似好貼係咪啊？有啲咩用啊？好用。係咪真係玩㗎？佢係真係玩㗎。都可以玩啊！先動要玩機動遊戲。唔係你講嘅咩？我話啲遊戲好好玩㗎嘛，睇落去幾正㗎嘛，跟住你話不如玩啦咁樣。嗱，我咁正啊！你可以將麵粉扣翻個轉頭都得㗎。我想講我頭先打個 story 出嚟嗰陣咧，阿 Jenny 已經觸發咗第2個行動啦。咦，你頭上有嘢喎？頭髮上面。你觸發咗？係嘛？係呢個啦。你陰我，我陰你啊！世界就係咁樣。Hello， 想問你哋一個問題，1到20揀邊個數字？19。試下，嗱，而家得翻3次啊！唔得，喂，咁都得。15。點解咁大啊？你揀細啲好冇啊？22。咩22啊？1
1:20啊！細啲，細啲，細啲。多謝大家，我輸晒。呢個用細氣口，呢個飛咗嚟，呢全部都係大粒媽。救命！佢哋果然係 friend 嚟㗎，中意揀啲大數字。我幫唔到你。想問22係咩事？ 22 education。我為即刻背咗仔。大街。我試下先。好，第一個。好，仲有3個。咁樣試下玩啦。嗱，總之贏咗有12分啊！你加油啊！如果佢真係成功咗，請用張免費卡。仲有幾多個環？我仲有一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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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晒啊！我試下玩下先。我攞埋另一張，嗱，仲有一張啊！如果我贏咗咧，有15分啊！我俾你睇下有冇機會攞翻張 reverse 卡啊！其實咧，唔知點解我又驚又興奮嘅。如果贏咗嘅話又分，但係我好驚攞隻咁大公仔翻屋企。我隻半，我就咁樣先。得翻最後睇下先，7、8、9個。啊！冇晒啊！冇晒，冇晒。耶！係啊，好易瀨嘢㗎呢個。我之前玩咧，去到底㗎。立力。失敗咗都係。塊面黐落去。就有個 3D 組。即係所謂中個頭埋係咪咁樣10個遠推。或者50個 like 喺遊戲完之前。你啱先加 IG 嗰啲人咪睇到咯。你想攞分啦，定係你就咁算咧？你只可以諗下 share 㗎。喂 ，OK 喎，OK 喎，臨尾嗰下 OK 喎。唔好意思啊，我哋拍緊片咧，想借個小朋友咧玩個遊戲，係講句嘢啫，係啦，阿仔啊，我係你爸爸。我係你爸爸。好，搞掂，下得。你諗下，如果你就咁喺度玩遊戲嘅話，就好冇癮噶嘛。我估唔到咧，我哋啲錢可以用咁耐。我都係咁諗，只要再加啲任務落去咧，就會覺得成個 AI 就好好玩噶啦。係。喂，今次要跳舞咁我就得。唔好，我要播音樂先得喎。識唔識音樂嗰啲？唔算。喂，佢手我點㗎？你聽唔到啊？唔係，我聽到少少，聽到少少。跟住點跳啊？我唔記得咗係咁樣，跟住咁樣係咪？跟住咁樣，好完，搞掂。總之咧，我有50分已經有細獎㗎啦。咁都嚟唔得？你以為你有呢個？爭少㗎，師傅。翻返嚟先。你又係翻嚟啊嘛？喂，10分。因為唔係隻贏一隻公仔咁簡單啊嘛？喂，俾一隻我。10分咋喎？即係爭10分。喂！
全部零分啊？都係零嚟㗎？十嚟嘅10。我10，我覺得佢全部都0分。你咪想移過去啊嘛？係咪你未贏過啊？係咪啊？但係我哋而家玩第幾個啊？落計嘅先，依家係第一個 game 啊！第7個 game 喎，已經係你一個細象都冇。有啲試下。爭少少。我揸一個。你好似車人優啊！車人喂，可以今年試下 casting 睇下得唔得喎？Thank you。哦，都係。好，任務完成，恭喜晒，有5分啦，終於。嚟做個 pose 啫。試下兩隻手啊！頭先示範嚟嘅啫，示範嚟嘅啫。喂，爭少少喎，我想講。OK， 0分。0分。都幾難我發覺。1分，都幾難我想講。2分，但4分有4獎啊！睇下仲有啲會唔會開齋咧？今次喺 game 度3分，你想再試多次啊？1分，2分，開齋啊！加油啊！開齋，4分，最開齋。得，2分，yes！ Thank you。有啲觀眾覺得咧，依家嘅橡 B 咧，好似做緊手術啊，或者其他嘢咁樣啊。佢呢位最難嘅，所以點解我話呢隻 game 有5分就咁解咯。好，我今次試多次先。我哋識有嘅。佢呢個位好低啊！呢個位，我咪咁撳住咗佢頂我。我哋突破咗呢個 game 盲點啊！好彩未做慣運動啫，喺個動漫節預備之前。哦，中喎！我幫唔到你啊！呢鋪，等你中咗，我都以為中8雞。邊有咩色啊？我
哎呦！得一個咋？哦！哎呀！係個俾我嚟㗎，唔關我事㗎。如果真係你個罐計唔計啊？哇！20分 ，OK，唔好意思，我哋揸住咗，對唔住。差啲，30揸20分啊！好啦，咁頭先我計過咧，咁每人咧得翻係最後20個幣。咁樣咧，我暫時咧先公佈我同阿 Jenny 有幾多分。依家咧 Jenny 暫時咧係有6分嘅，而我咧暫時係有18分嘅。8熱化階段咧，梗係唔會繼續玩遊戲咁簡單啦。呢度咧係最容易會將啲分數咧會變嚟變去嘅。嗱，Jenny，我問個問題啦，有冇玩過呢個我要吸爆鬆餅？冇 ，OK。我要吸爆鬆餅遊戲裏邊咧，就係一定要玩家要啱啱好湊成10張卡，咁先為之贏嘅。咁但係咧，我哋而家玩分數唔係玩卡啊嘛。今次呢個遊戲裏邊咧，佢例如話偷走玩家嘅牌，就係代表我要將分數俾你；而放棄卡牌，就代表我要扣分。因為呢度咧，起碼都可以扣好多分㗎啦。而家 Jenny 咧，暫時咧係落後緊我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加埋咧，連埋捉卡卡牌咧，係有成18張卡。咦，等陣先。點解突然多咗捉卡卡牌呢？介紹其中一張啦，其中一張就係 Sudden Death， 咁一定要喺最後一個回合裏面使用啦。用咗一個遊戲去分勝負，贏出一方就可以直接加50分。發動玩家將會有主動優勢去決定玩下一個遊戲邊個。如果到最後大家分別喺最後一個遊戲度打和，又或者喺呢個 IG 投票都係打和嘅話呢，咁成張 Sudden Death 嘅卡牌呢就會作廢噶啦。咁呢 Jenny 係可以抽8張，而我就抽7張嘅。最後20個幣 ，Let's go！ 你做咩變隻雞過嚟嘅？佢做咩隻雞過嚟啊？避翻起啊！做咩啊？咩事啊？喂！你好嘢，你咁都得？偷走我3張牌，即係我而家係-3，你加3。咁你上年係點樣做？嗱，純講運氣啊，你應該唔係遊戲黑洞嚟㗎啦，呢個已經係。係啊，好意思㗎。即係有1分。可以，你紅橙黃綠青藍紫都得添。誒，黃色未掉過。OK， 加埋個分，而家有公佈啦，哇，好緊張，好緊張。個1分啊，1分。我佢下邊。1分，好緊張。係啊，4分。4分啊，差斷。我之前好加矛啊，不過咧，依家拍緊片我費事啦，我唔想啲觀眾學壞，一望到咧分數俾錯兩下咗，哎呀你個嘢壞咗咁樣咯。我嘢壞咗啊！唔係公平起見，我而家唔會咁做嘅。好，4個。0分。0分。2分3分啊咁。打喎！唔係我冇打壞你，你多喎。不過咧，會唔會搞到我哋玩到食唔到飯咧？今晚食唔到飯，而家幾時？ Yes！咁樣撳住係咪啊？咁誇張？我究竟做啲乜嘢啊？究竟我究竟做啲乜嘢啊？哇！嚇親我啊！哇！好，咁你有？完美示範咗啱啱。
嚇，叫發生咩事啊？咁我中獎㗎。Thank you，唔該。你個係咪有美顏功能啊？點解？係有美顏功能嘅。頭大身細。你知啊？你知道你排有啲咩？頭先我邊度我哋掉咗隻雞過嚟，要我接住啲嘢啊嘛。OK， 扣翻我3分，你加翻3分。OK。哦。你同佢講 hello 啊？哦，我講 hello。我哋講咗 hello。係啊 ，hello。係啊，hello。嚇咩啊？咩啊？你對佢 OK 講得 hello，我講咗 hello， 你又講咗 hello。即係第三個講 hello。幾好玩呢啲卡牌，死火我就係俾反超前添。正嘢難唔到我嘅，成日喺酒吧玩開㗎咯。黑貓啊，唔該。Thank you。爭啲。等先。係，如果唔係一定唔中嘅。中咗啦，你知。佢啱啱嗰個算唔算啊？都算。哦，都心急。都幾得意喎呢個波。水晶波。大得滯添。幾多錢？揸一個。100。60。哇！すごい。喂，點解你幫我飄忽嘅會？哇！直接入窿啊，正啊！哎，節目效果嚟嘅啫。你唔係啩？你唔係喎，10分，犀利！嗰兩張足架卡咧，其實喺我度呢兩張。嗱，我見咧依家啲遊戲咧越嚟越緊張啊，所以咧最後嗰兩張牌咧，我覺得真係需要用一用。太大力啦！哎呦，都係太大力啦。細張唔緊要噶啦，細張。啱啱你去緊廁所嗰陣咧，我已經係同個 cam 講咗兩張足卡卡喺我度，其實 sudden death 同埋我係可以決定玩咩遊戲嘅。你贏咗就加50，唔可以用 reverse card。嗱，總之邊個獎大啲嘅話，我知贏。係小心手。有冇信心？我問翻你有冇信心啊？嗱，我就 OK 嘅。我發覺嘢壞咗喎。等先，驚地啊！
到你。你揸一個啊，睇下有冇機會啊！幫唔到你啊，真係。評分嗱，雖然我哋兩個打和，但係你當初講咩㗎 ？IG Story 邊個贏啊嘛？依家公佈結果啦，邊個贏咧？邊個贏啊？即係你贏啦！嚇唔係喎，好難講啊！如果啲人投你，我咪你贏咯。睇下啲人幫我哋幫你啫嘛。幫你啦！你啲人啊，喂，得兩個投票嘅，喂，食屎啊！唉，叫咗東樹你噶啦，平時做多啲好事，扶多啲阿婆積下陰德啦。睇下依家個 IG 得兩個投票啊，抵你死啊！到最後咧，雙 sudden death 嘅卡咧係完全廢噶。冇人投嘅，頂你用咗電話？嚇你用咗電話？咩啊？嚇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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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用網絡偷佢3張牌。哇！你咁都得嘅。咁依家咧，暫時咧扣埋我哋頭先嗰啲牌咧，我哋冇用啊嘛，有啲牌。嗱，我呢度先攞先，1張、2張、3張、4張，4張夠扣8分嘅要。我覺得有4張未用。我有一張係人格嘅問題，我覺得你一定唔會用咯。咩牌嚟㗎？嘲諷人。哇！好彩今我斷人啫，哇！好彩啫。我點樣嘲諷人啊？依家咧 Jenny 咧係有17分嘅，而我咧係有13分嘅，即係反而而家你過咗我轉頭咯。我當初對住個 cam 講咧，我做呢一張卡嘅。咁另一張就叫普渡輪盤。喺總結計晒數之後呢，如果玩家直接出呢張卡呢，就可以開輪盤去決定分數嘅去向。輪盤嘅次序就需要由發動玩家決定，左邊玩家同右邊玩家就需要設定2個輪盤嘅，一個輪盤就係贈送同埋收取，而另一個輪盤就係0分、一半分數同埋全部分數噶。咁咧，我而家先決定左邊玩家同右邊玩家，左邊就係你，右邊就係我。嗱，俾望望先，有10個嘅，50-50啊。嗱，左邊係你，右邊係我。你咧係要係咩啊？贈送。你要俾分我咯。咁啊，到咗邊個贏咧？就睇呢個決定啦。全部。老師我對輸咗啊！犀利！嗱，所以今晚咧我請你食飯啊！咁都會輸。好，咁到最後咧，呢個成條片就完咗啦。咁樣咧，呢個 AI 嘅嘉年華咧，咁就去到3月1號。如果係啱啱可能攞完利是錢啊，或者係即係想過嚟挑戰下，不妨過嚟呢度玩啦。之後就 like 同 subscribe，仲要將條片 share 俾朋友睇啊！下次再見，麥丹爹，拜拜。もう春一つ